咱先趕緊來關心這兩天的大水禍，未少所在攏傳出災情。最新的消息是，在台中下晡發生一件嚴重的意外，有一個登山隊去烏蝶谷的水牆的步道，卻是雄雄拄到石頭放落來，去擊到5個人，其中4個人是現全的無喘氣、無心跳。目前消防人員已經去到現場，等咧搶救。台中烏蝶谷水牆側步道1.4公里的所在發生意外現場，有真濟石頭落到規塗骹。下晡3點鐘下警消接報，有一個15人的爬山團體經過這個所在，其中有2個查甫，一個查某的當場互這石頭撞到，已經無氣息啊。另外還有一個查某是胸坎痛，人是清醒的。這個現場有5個人受傷，爬山團體留2個人在現場被判，另外9個人先鐵路山。9個在前面，他們走得快。所以前面有9個就對了。你們是後面的總共15個人。總共15個，他們2個半路沒有上去。我先生之前才開過刀，我們走得比較慢，而且那時候就走下了。我先生認為說他沒辦法，所以我們就折返了。防範水情加搜救大隊趕緊派這搜救小組，攏趕往山頂要進來救援。即馬就是我唔知，即馬等啲消防人來這較知影。因為這幾天4個攏落大水雨，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進前也提出警示，講雨落遮大，山區的土壤含水量已經真飽甜啊，地質環境真歹。過落雨了後，真簡單引發大範圍的崩山落石甲土石流這情形，強烈建議民眾取消也是延後戶外活動行程，唔通強要入山。記者宋合報道。